港人咧都一向鍾意儲蓄，無論係定期、儲蓄戶口，甚至擺喺櫃桶底都好，最緊要就係穩陣。但係近年咧，大家都諗多咗一步，開始追求比定期同埋儲蓄較高派息嘅選擇。不過又想要有流動性，唔希望資金被鎖死，可以隨時運用，甚至睇準機會部署喺呢個投資市場。對於呢一啲追求穩定派息又唔想承受太大波動嘅投資者，有冇工具可以做到儲得嚟又有息呢？宏利穩定基金 Stable Fund 就係比較適合呢類型嘅投資者。顧名思義咧，穩定係佢最大嘅賣點。自策略調整以嚟咧，基金嘅年度化波幅只有0.24%，相對係較低，唔容易受到市場大幅波動影響。現時基金嘅到期收益率咧，亦都達到呢個4.4%㗎。基金同時設有港元同埋美元嘅派息股份類別，旨在締造穩定嘅每月派息，並且提供每日贖回，務求做到平穩派息，又唔需要鎖死資金。基金之所以有相對穩定嘅表現咧，係因為組合主要持有呢啲快將到期嘅優質企業債券同埋政府相關債券，平均嘅到期日咧係唔多過90日，違約風險自然較低啦。流動性亦都非常之高，投資者可以每日贖回，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選擇隨時提取資金。喺市場出現黃金機會嘅時候咧，即刻出手。另外咧，基金採用嚴格嘅信貸標準，所有嘅持倉都係投資級別，唔會投資喺垃圾債券。平均嘅信貸評級係 A 減或者 BBB 加，保障資金安全㗎。因此，基金自策略調整以嚟咧嘅年度化波幅只有0.24%，可以見到基金嘅表現相對穩定，亦都唔容易受市場情緒影響。基金嘅投資團隊擁有卓越嘅往績，累積超過24年管理香港貨幣市場策略嘅經驗。而家由資深基金經理 Paula Chan 負責管理，佢現時管理緊嘅資產規模超過160億美元，並且擁有超過20年固定收益投資管理嘅豐富經驗。佢管理嘅貨幣市場基金至今咧從未出現過違約，表現係具穩定性㗎。Stable Fund 咧旨在提供每月派息，現時基金嘅到期收益率達到4.4%，適合想要追求穩定現金流嘅投資者。如果你都係一位想要追求穩定又有息收嘅投資者， Stable Fund 咧值得你考慮。有興趣了解更多咧，歡迎揾你哋嘅投資顧問同埋客戶經理傾下啦。